大家欢迎收听说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牧师咱这个月来读一个人写伊的文学的作品，这样真有名，这雨果，这故事差不多大家拢捌听过吧？对啊，尤其最近有迄个音乐剧是，嘿，我是先看音乐剧才知影这故事，还有拍电影啥，这个要讲的是伊。就是你平常时看到迄故事的头前发生的代志，台语翻做悲惨世界啦。对，爱想补充一样代志，就是咱即马你若去想迄个故事你感觉迄主角是真好的人，因为伊救迄个主角嘛，迄个上万强，嘿，这个是伊头前的故事。如果有一段时间去向流亡海外啦，因为要较支持革命。嘛较无爱迄个教会，法国是天主教为主啦，就是迄个年代，有差不多1%的人是贵族，甲上悬的主教这，但是因为钱财差不多占法国的98%以上，所以你像这个悲惨世界这个故事嘛，是在讲革命这样代志嘛，那有一个。主角遮尔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照伊的背景来讲，伊是无啥爱主角这款人的。但是你若读伊头前发生的代志，你就知影是安怎会安尼安排啦。另外一项代志讲，其实1848年的革命了如果特别做过代表的国民议会，伊的一个议会代表，伊就讲伊希望讲会使转民选举，嘛会使为迄个教育。而且伊主张爱废除迄个死刑诶，是，因为迄个年代差不多是拍死人的去用斩头去是，真非常残忍的对这差不多是背景啦。无是敢捌看过伊本册啊？我细汉大本，我看一出来我就看袂了，我就无去看咧。但是电影咱要讲中间有摕拉条迄个景，我较怎么样记？电影我看过，电影我看过，我有看过啦，但是最近看佫无共款。这当然，这无共时代佫看了，感受拢无共呢。而且主要是我即马较了解圣经了，知影内底讲的一寡代志。比如讲伊有讲着耶稣讲过的话讲着一寡迄个教会的代志。譬如讲有一派的人，伊内底讲足济有一派迄个修女修女院迄其实拢袂使出门诶。定定拢有啥物无好的念头的，用迄个书家己说上好是老伙安尼。伊讲就细，但是伊的故事就好电影拍安尼啦，即伊内底有补充真侪物件。咱就来读好啊。咱即个有迄个3篇故事，就拄是接着牧师讲迄个就迄个故事啦。即满你若去买有一版是3本。所以咱即嘛看拢差不多第一本是真高诶。第一段是第一本的第7章，伊的标题或者克拉瓦特，克拉瓦特是一个强盗，一个人的名啦，对，一个人名，伊是一个强盗。这个故事要介绍主角，或者米利埃，好请。对一项书，咱会使看出伫内这区的新主角 Miriam 是什么款的人？伫乌力山有一阵土匪，互官方压制到死线。第2号人物克拉瓦特秘入崩坑，不时逃走到庄舍内，警察安怎抓都抓袂着，甚至互伊冲入去一间大教堂，甲性命拢抢甲空。有一日，主角拍算要出巡。去这个逐个人紧张过日子的所在，乡长听到这个消息，连便去半路找伊，苦劝伊翻头倒转去。就算讲主角有人保护，嘛是伤过危险。安尼我免人陪我去啦。主角讲，主角大人，你哪会有这款想法呢？乡长大声讲，我想甲真清楚。我免人保护，过1点钟就出发。一个人，主角大人，这无妥当啦。
山上有一个无偌大诶田庄，主教讲，我诶好朋友住伫遐，我3年毋捌去拜访因啊。因有一阵羊啊，30只有一只是家己诶。因用羊诶毛结做彩色诶锁啊，真水。因用品啊分出好听诶 melody。因需要不时听人讲上帝诶慈悲，若是连主教嘛着惊，因是要安怎过日子诶？伊即话要讲一个故事啊，就是讲即个主教因以前会调来调去嘛，调到即个所在，但即个所在有强盗，啊，即个强盗人掠袂着，而且这强盗真歹，伊含迄个教堂嘛，冲入去甲抢了了对啊，都无咧客气，啊，所以即马即个主教伊要去一个参政，以前敢若出巡个，咱即马敢若嘛会吧？对，像顶了到做探会友啦，探会友嘛，大家就讲袂使迄个强盗要掠着啊，伤危险嘛。这主教讲安尼无要紧，我家去就好啊。都无咧惊了着啊。而且伊个讲啊真清楚的讲，迄庄内底有我诶好朋友啊，遐就是遐个饲羊诶。但是才有一个物件爱提醒你讲，如果有条纲写讲，伊个羊30只有一只是家己诶，所以意思就是讲有29只，拢是帮伊迄个。贵族啊，是遐迄个地主饲就对啦。这种是因遐嘛营养为品啊，就是迄个笛子，嘛他妈就是有音乐啊。这主教想要去找因探访会友嘛。伊感觉因爱听到上帝慈悲啦。因若主教就毋敢去，因就日子更加歹过。继续。毋过主教大人有强盗呢，你若是拄着因要安怎？对吼，主教讲，你讲甲真有道理。我有可能会拄着因嘛着听人讲上帝的慈悲。所以主教真厉害，对不对？强盗嘛爱听道理啦。对啊，你看这雨果遐搞笑，你等下知伊真出来愈来愈悬。大人啊，愿上帝保守咱，毋通去，你的性命宝贵。乡长啊，主教讲，你简单烦恼这项事嘛。我伫这世间，毋是为了保守我家己的性命，是要保守大家的灵魂。主教一个人骑驴啊，搬山过岭，无看到半个人，平平安安到伫伊好朋友的厝里，伊一大半个月，常常讲道、行圣礼，嘛教一寡知识，关怀因的生活。所以的无发生什么代志嘛。就他妈住一段时间，但是要发生啊，请。要离开的时阵，伊想讲，爱用主教的身份，举办一场正式的感恩弥撒。毋过，伊无炸着主礼的灯泡，伊甲在地的神父参详，四界憔悴，嘛无较好看的衫，同组一队体面的圣歌队。天主教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哦，讲有一个感恩的，较大场迄个，有这弥撒啊，就是 Christmas Mass 啦，MAS 迄个啦。以迄个新教来讲，就是一个礼拜，感恩礼拜。伊就想讲做较体面的，但是因为伊家一个人去嘛，所以衫嘛无炸着迄个较水的，遐圣歌队做袂起来，因为大家拢是饲羊的，继续。当地围栏，忽然有2个人骑马来到神父的宿舍，捞一卡大箱啊，讲要互主教，就挖头离开。神父一拍开，内面有金线编织的礼炮、空旋招的皇冠甲12架，阁有几啊领真水的衫，通互诗班穿。这应该拢是进前对教堂抢来，因为有一张条啊。安尼写，献互美丽爱主教，签名是克拉瓦特，所以强盗上来。对，迄强盗可能听了这样代志啊嘛，可能敬佩这个主教。内底有影空栓啊，迄个皇冠啊，是另外以前的主教迄驾驶嘛真高级。主要是一个真勇敢的，只签名讲，就是我强盗，就是我上你的。
我有讲过，会有办法。主教那微微啊笑那讲，上帝派人上来主礼的器具。主教大人啊，神父摇头细声讲，毋知是上帝还是魔鬼上来的。主教目睭金金看神父，用严肃的口气讲，是上帝。到这无说你干嘛安怎？那安尼功德上来物件，干嘛使用？你嘛干嘛使用？我赞成迄主教讲，上帝通过功德上的物件，要来用光伊。我有心内想讲，安尼爱用无？我感觉想法有淡薄仔成，你知道吗？讲我真正会用，我想讲罔读摕倒来读先。看这样想讲，来如果有要调整你的想法，就是好甲歹啊伊。调工包你分解遮尔清楚的。这有当时伫礼拜堂嘛去碰这问题。若是假使迄个做记录，对啊来礼拜堂奉献的钱，你敢当收？这超类似问题啊！伊欢喜甘愿奉献的啊。所以还是卖问较好。但是这功德调工写伊的名咧。所以这行为一开始嘛，可能唔敢用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定会有会问嘛。讲那有遮好，有遮物件。你要甲讲是功德上来。对啊，大家可能嘛心内感觉淡薄仔怪怪安尼。反正这个感恩礼拜嘛结束啊，爱就转去啊。转来到平地了后，真侪人来迎接主教。主教讲，我的计划袂歹吼，我表面是一个人。空手去探望贫苦的农民，总是我有信仰上帝的诚心，甲我同行。到尾啊，早一箱宝贝回来。我靠上帝就会使解决啦。暗时要困进前，主教甲伊的小话讲，传道者绝对袂使提防别人，别人所做的拢是上帝所应允。咱若是感觉危险，就爱祈求上帝。毋是为着咱家己，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因为咱跋倒。我第一看这真感动咧，我想这赞助要真悬，就是袂使祈祷为着家己啦，但若是为着爱祈祷是惊别人因为你跋倒啦，所以即摆看主教已经真熬，但是代表雨果的这个人要出现了，这敢是一个真好的祈祷，袂歹啊。我上面补充，我唔敢，我唔敢甲雨果补充，对这款人我唔敢补充。所以牧师一般人来奉献是袂去过问讲伊钱哪来吧？袂去问。你若知影讲，比如这是着大乐透来迄个感恩奉献嘛，无要紧的。拢袂去问，卖问较好。毋是讲卖问较好，就是讲普通教会拢袂问。你这讲个人大乐透，还是个人讲做无好的行为去捡到的钱啥？这样要小代志。你讲遐官府安尼剥削啥？迄款来的钱你奉献，你讲迄款钱敢有比迄较清气？剥削什么意思？剥削啊！剥削哦！伊靠剥削别人的钱，为多次计划。靠迄个安那讲贪污摕来钱摕来奉献，伊嘛做甲顶落做甲好势个这款的人奉献，你要哪去接伊？伊也袂讲这我剥削来的钱啊，我就一笔感谢奉献，我这今日得到一笔钱，我一献100万，你就好欢喜个，你也知影，所以你想起来这写个真好呢，因为。伊咧对话就是讲，这毋知是上帝上来，是魔鬼上来。但是伊主教知影一切啦，主教想法就是一切拢是上帝咧主理的对。安尼我了解啊。其实这是我翻译的啦，本来真长啦。我是看英文甲靠迄个中文咧整理起来，安尼较清楚。拄也是第7章嘛，这是第10章。第10章这个标题写讲主教甲无名的智者，有一个地会的人，这个地会的人就是一个退休的国民代表。法国因为革命嘛，连伊共和，连伊
君王制度佫倒转去复辟，啊，连面佫翻盘啊嘞，对啊，都抬来抬去的对啊，总是迄个时代有议会，啊嘛有迄个国民代表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主角甲一个淡伊的迄个官区内底代表的故事，这个政治人物啦，已经真老的政治人物啦，对啊。其实这个人就是雨果。我看这个故事，我就感觉这个老人相当有智慧。离伫呢这个城无远的所在，有一个家己大的老人，以前做过国民公会的代表。那讲起这个代表，大家拢会受气。虽然伊无投票处死国王，伊嘛是一个残忍的人。弗兰斯恢复帝国的时，毋知为什么无占伊的头，上无嘛爱赶伊出去别国，永远袂使回来。伊这么大的这个所在，法国这嘛是嘛的天主教为主，啊天主教经过几届迄个革命了，嘛是甲贵族家较好，所以遐个人支持天主教的，支持迄个皇帝的，所以感觉讲以前这个国民代表拢是乱的，即嘛已经恢复迄个。皇帝这个制度啊，那也无甲这人抬死。头前讲较长是讲，因为这个国民代表迄阵无投票处死国王。所以伊就活来，但是伊嘛一个人住伫山内底就对。毋过主角笑念着这个代表，不时以大的手拿看，对家己讲，遐有一个孤单的灵魂。佮讲，我着去找伊。但是主角。哪想就哪感觉毋好，伊伫心里犹原支持正人的看法，无认同这款人。伊讲这款人就是大家感觉，就遮拢来做乱的啦。总是有一日，看过代表的迄个少年人入城来请医生，讲代表已经破病真重，要死啊！消息一传开，真侪人祈祷讲感谢上帝。主角知影了后，连便出门去找代表。日头打要落山，伊经过一条水沟，搬过一排围墙，走入无人整理的花园，行到路尾，才到代表住的细间房仔厝。代表坐伫门外的轮椅顶头，少年人徛伫伊后壁。对我搬来遮，代表讲，这是头一摆有人来。请问你是啥人？主角听讲，这代表要翘起啊，伊知影无机会啊，一定会进去找伊啊。但是伊嘛无法度约时间啊，啥，反正伊就冲去啊。所以这代表坐咧外口。啊，就讲你是啥？我是米利埃。主角回答：我捌听过你的大名。代表讲，你是我一区的主角。是。主角继续讲：我真欢喜互人骗去啊。你看起来人好势好势啊，所以伊意思讲这人看起来就无敢若要死的款啊，要坐谈遐个会使讲话，过3点钟我就会死。代表讲，医术我加减捌一术啦，知影要死是啥款。昨暝我简单骹尾冷，透早已经冷甲骹头乌，寒气若爬到我的心脏，我就走啊。我叫人甲我杀出来。是要欣赏世间上尾一摆，你来看我，毋是歹事。你要甲我讲话嘛会使的。我本来想要当到明仔载，已经无可能啊。代表的面色平静，虽然年岁大，身材保持甲袂歹，讲话悠远大声。革命时代有一批像伊这款的人，坚定毋惊受苦的人。主角看边有一个大石头坐落来，感恩，伊用小可责备的口气讲：你上尾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。代表严肃起来，讲：我投反对票，是因为我认为我无权利杀人，但是我有权利消除奸恶。我投票赞成结束国王的统治。这就代表女性毋免出卖肉体，男性免阁做奴隶，囡仔免阁伫黑暗中过日子。我所赞成的共和制度，
就是为了这拍拼。法国革命是人类上有气力的一摆进步，我赞成仁爱、和平、公平。这段我翻啊，我读几啊摆。我先插一个，要讲来讲，这个主角一开始的想法跟大家同款的，讲这个人要死去啊，因真正反对教会啥，伊应该真惊要死这样代志。啊，主角一直挂念的是讲，还有一个孤单的灵魂，然后我要去甲救回来。伊是一个真好的主角，伊安尼想，但是到这里发现讲，这个国民代表根本唔惊。而且伊嘛无反悔讲伊去革命这样代志，伊感觉法国大革命是人类上要紧的一件，因为经过这样代志了，到平等，啊人的免个过遮尔歹日子哇，拢迄钱财啥拢去互顶面的人拢少数人控制到较多数的人啊。但是这个主角有别个想法。你简单破坏，失去理智的破坏，我无法度认同。团队人用自卑出发，自卑是更较悬的正义。你无应该伫毋对的所在破坏。主角印尼讲，代表大声讲，百姓受的苦这么久，你若肯为着百姓的囡仔流目屎，我就陪你为着贵族的囡仔流目屎。因为迄阵死真侪人啦，贵族嘛死真侪。主角讲，我为所有的受难者流目屎。法国革命有伊的道理，代表讲，你所讲的无理智，以后会得到原谅甲理解。革命换来是更较好的世界，用上大力的破坏，产生出对世人的疼甲安慰。人受到一时的伤害，但是大大进步。追求进步应该爱信靠上帝啊！主角讲，袂使互无信教的人来引带。各家主角无一定无认同这个人讲的，伊讲爱进步，但是伊讲了一个要紧的代志，伊对伊来讲，这个人无伫教堂内底，就是无信教的人。对，袂使互即款人来引带进步。对了，代表无讲啥物，伊抬头看远远的所在，安静一时啊。代表开嘴讲，主教先生，我一世人拢在思考，当我60岁，国家爱我参与改革，我无比起来。有无好的所在，我就去改善；有保护人权的法律，我就投票赞成。国家互人欺负，我两边徛出来。有机会我嘛有保护我的对敌，就算讲是亲像你这款的人。你是一个主角，高级神职人员，甲贵族同款穿水衫，戴金破链，有济年金、气派的官舍、马车甲军队的人，人生的享乐一项都无欠。你还有耶稣基督的好名好。到落尾时，我互人通缉、迫害、侮辱，我已经无偌好业，即马忧怨散车。我当到86岁就要死啊！你来我这到底是有什么目的？主教因你讲，我望得到你的祝福，随时跪落去。等到伊抬头一看，代表面色反白。已经过身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完全无像拄啊迄个故事讲哦，一切拢在主角的期待内底。伊即个来啊，即个代表面对死亡，伊无一寡惊吓感觉。啊，主角甲伊讲遐济，伊嘛变成叫即个代表美了。即代表讲你一世人，你明明就过啊真好啊，你有年金嘛。你有大间厝当大啊，而且你还有耶稣好名声。我一世人安尼为了法国拍拼，到尾我嘛无钱，我一人住我家，你来我家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伊个雨果安排到真好，对不对？这主角尾啊去互这个气势，但不惊着，所以变成讲伊跪落去讲，望得到这个代表的祝福。但是这个
代表的贵姓啊。这个雨果在下的时阵呢，伊登去了，这个主角受到真大的冲击，几啊天无法度讲话。但是边仔人拢在讲啊，迄个人死真好啊，主角拢无应话的对啊。到遮过来接，大家上知影迄个啦，这个是伊去救上万强这个故事的时阵，较有意义。咱来读就知。伊这是已经到第二关啦，第二关的第3章，有着无知的英雄精神。其实我感觉伊个标题啊，甲内底拢无啥物关系，所以咱就读过去啊，请。大门互人大力拍开，一个人冲入来，主角管家马吉洛太太惊甲袂出声，徛伫遐毋敢震动。主角斟酌看这个人，访客开喙讲：“我的名是上万强，我受掠落界19年，4天前出家，无论我去倒位，无人肯互我食，互我照大。我拄啊困伫路边，有一个阿婆比你的门，对我讲：去拍迄个门。我有钱，我有通行证。”我饿到要死，敢会使互我照大一面？上万强出现啦，伊嘛自我介绍，就讲伊这正经的伊个解说啦，大家应该拢捌听过来讲，因为迄时阵大家拢无物件食嘛，伊看伊迄个这囡仔无物件食，伊说用石头甲一个面包店白胖的面，迄个汤仔门讲破，他就一块迄个胖要这囡仔食。然后去用来去关，关于因为就毋甘愿的啊，个得走啊啥的，个你也等来到尾也关19年，为了一块胖关19年，对啊，你真是为着讲伊的因这囡仔无通啊食这样代志，就算我伊即马已经关19年出来啊，又存一身身啊钱，那嘛摆互大，但看了知影讲这是罪犯，以前个有因为。我身躯顶有登记号啦，对，个你个摕一张迄个通行证，行不路的时阵啊，拄好有一个有一个阿伯啊，比如讲拍迄个门，迄个门有遐就拍开，这其实有迄个圣经在内底，拍门就把恁开安尼，请。马吉洛太太主角讲，暗顿请加一位，客房嘛请铺床巾。对，主角根本无啥物事课，就是要大对嘛讲做因来食饭，而且马格勒太太是伊的管家啦，伊真听话，毋敢讲啥，但是伊内底有写因其实是惊的啦，足惊啦，这会当想象。先生，主角话头转来上万强遮，请坐，这位我路火过一时啊。咱做伙食饭，客房会甲你准备好势。这时上万强才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面变一个样，话讲袂清。有影无？你叫我先生，我有物件食，有眠床通困，我有钱，爱偌济钱？毋免钱，主角讲，这毋是我的厝。是耶稣基督的，要入来免问伊什么名，爱问伊有什么苦痛，你寒个枵，阮欢迎你，是应该免税多谢。所以这就一段结束啊！这个上万强嘛惊一条啦。老实讲，但是你若照迄个圣经看，这是应该做。而且伊嘛讲啊真好，伊讲这厝是耶稣基督的。迄教堂本来就毋是，主教的，是迄个上帝甲耶稣基督的。我到这感觉伊写得真好啊，但是佫来得厉害。上万强困4点钟就精神，伊想到主教迄副刀签甲汤匙啊，应该是用纯银做的，价值有200法郎，是伊趁19年的薪水的2倍。伊坐伫面床，想到伊的过去，想到所受的苦难甲委屈，伊起身经过主教的房间。主教困落面的面容有无法度形容的尊严甲安宁。
上万强点点徛伫边啊一时啊，然后伊甲无啊治好，去甲银做诶苞米收入地啊，搬过围墙，消息无影者。因为我真较短啦，对，因为食饭食了啊嘛淡薄困啦，但是这个上万强伊更还能困得遮尔好名称，对，结果说半暝就醒过来，啊，伊一开始可能嘛是真感谢，啊，尾来想诶，就想讲，咱看电影拢看着嘛，迄主角伊一开始是要表达讲，我无甲你当作是迄个强盗，所以我甲我上好诶迄个残具摕出来，是银做诶，安尼，啊，个什么垃圾袋啊，互伊一个食一顿真好诶迄个暗顿，气氛也真好啦，对。但是即马上万强困起来想着讲，哦，迄摕来卖真值钱啊，伊这是雨果下，伊讲迄价值什么，感觉是200，啊，伊趁19年薪水无到迄一半。啊！伊想着伊诶迄个苦难啊、委屈啊，愈想愈艰苦。啊，差不多要决定讲要甲淘汰。但是迄主角伊是真好诶主角啦，伊住诶所在拢无关门啊啥，所以这上万强经过伊诶门，啊，看着伫遐困，啊，伊淡薄徛一时啊，想嘛是甲物件摕走啦。透早主角伫花园散步，马格勒太太走来。大人，伊大声话，调查头啊啦！昨暝迄个人哦，甲残具几副拢偷摕去啊！主角想几秒钟，豆啊讲，马格洛太太，遐物件我实在无应该占用遮久，遐原本就是散车人诶，迄个人真明显是散车人。食早顿诶时阵，主角用手摕棒。问牛奶食，忽然有人拍门，因为物件去用偷摕了，所以只要用手摕物件问迄个牛奶来食，无参具啊，对。对。但是主角嘛无讲啥，这个时阵就有人来拍门。请入来，主角讲，门拍开，三警察掠一个人徛伫门口，迄个受掠诶是上万强，另外一个应该是队长，也来主角行礼。讲主角大人，伊话讲也未煞，主角插嘴大声讲：啊，是你哦！真欢喜，阁看到你，你哪会袂记得？我嘛有送你这对垃圾袋啊呢，拢是纯银做诶，会当卖少钱，互你找用。上万强用惊疑诶眼神看主角，无出半声。队长讲。主角大人，这个人无讲白惨哦。阮看伊哪亲像要旋去倒位，甲砸落来，砸着伊有遮济宝贝。这是误会啦。主角哪笑哪讲，若是安尼，队长讲，阮会使放伊走吼。当然，主角回答，伊原本的故事就是安尼，就是讲，主角嘛无想着讲。上万强诶，结局掠得转来。伊一开始我这个无紧落去啊，因为过夜日子啊。但是这上万强叫掠转来啊。但是主角反应真紧就对啊。伊无等迄个人来讲什么话无，直接讲我讲物件要送你，你来袂记摕去。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真了不起诶代志啊。就是讲正常来讲啦，以我正常人来讲，我会感觉讲，我对你遮尔好。无人要收你时，我收着你，我互你困，互你食。结果你半暝嘛要讲一声，你个物件我偷摕你做你走去，即摆掠转来，我是毋应该互你关我死？那正常人应该来反应啦。所以这主角真了不起，伊无安尼。这是有信用的人啦。警察离开了后，主角甲火炉顶的2支垃圾袋啊摕落来，交互上万强。对即阵开始。主角讲，毋通袂记得，你有答应我，要用这笔钱做一个老实的人。上万强有缘讲袂出话，伊根本袂记得有做过这款保证。主角继续讲，我兄弟啊，你无过是歹的迄边，你属伫好的这边。
我应甲你灵魂买回来，交托给上帝。所以这个尾仔就接到大家拢知影的故事，就是讲伊都认真拍拼去做工课，啊，做甲市长。对的，啊，尾仔去互，但是有一个人就足烦的，就是时间咧找伊空芳诶。啊，迄个人就讲就是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，就是讲伊诶世界无法度英文讲有人做歹代志，无得到，无拄着处罚啦。而且处罚愈重愈好，但是这场故事听来，我意外感觉啦。我感觉如果要讲的是这个主角。但是你怎么看这故事？感觉是迄个上万强得到下面嘛？讲一个强盗尾仔啊，变成一个好人。但是我尾仔头前两个故事，我感觉是这个主角得到下面。对啊，就是讲，伊本来就不应该留遐物件。对了，伊即么有这个机会，交出去啊，但是真正得到迄个代表的下面。伊伫遐咧对话内面讲出足侪拢信用的话。对啊，迄真正是信用的话，这我不应该留，这是互善家人诶，在迄顶迄款的话，我感觉迄才是圣经诶迄精神的所在啦。你现在拍门台甲你开的，对，真感动啦！这大概若讲到这段故事，拢足感动啊！伊个写到写，对啊，真有天分的人。其实呢，伊这故事写30年咧，伊嘛等下苏克讲法国，因为这革命。几啊改，啊嘛用啊死真侪人，但是伊感觉无这个革命个袂使，啊个尾仔伊嘛老啊嘛，嘛是要面对讲，另外伊甲这教堂的关系遮尔啊歹，伊讲有机会得到救，真侪苏克伫内底啦，啊尾仔伊是1885年，的83岁时阵过身，啊这我印象真深，就是讲我第一届去。巴黎的时阵啊，巴黎有一个凯旋门，大家拢爱去嘛。啊，凯旋门在听起来就敢若是算真拍赢啊，转来迄个去的物件。但是凯旋门中，就是迄门的下骹，是一个真大迄个纪念碑，啊，就是雨果的纪念碑。我在想讲，哇，这法国人，这个纪念是一个文学家。啊，就亲像讲早期你若要用法国的钱啊，法郎顶头拢是啥物写小王子的啊，还是讲埃菲尔啊，伊袂是啥物君王的对啊，拢是袂讲中正啦，中文，无即个代志，啊是讲嘛毋是动物的对啊，伊就是拢一寡迄个居里夫人啊，这个人，伊过身了有一个游行，听讲有200万人出来，行过迄个凯旋门，啊，迄个观察的放伫迄个凯旋门下骹，所以尾仔就纪念碑在遐啦。但是上互我感动的一件代志，是伊的遗言写的，上尾写的物件有一句就讲，我无爱教堂为我祈祷，但是我毋望世人为我祈祷，我信上帝。就是讲，你若这故事听了知影，伊无希望讲大家甲迄个信仰绑伫教堂内底。但是伊非常相信讲圣经啊、耶稣基督遮迄个救赎的精神。所以悲惨世界就是救赎的故事。这永远刻掉伫心里的一寡对话啦。对打了后，你无属伫歹迄边，你属伫好的一边。交托上帝。好啊。想要来读金句，今日这个金句，咱要来读约翰福音书第8章12节。耶稣佮甲众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，反倒有活命的光。”我佮读一摆吼。约翰福音书第8章12节。耶稣佮甲众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，反倒有活命的光。”